再来看台南的闸门水库、甲南化水库，因为风台的雨水哦，即马是拢正饱甜咯，佮继续在放水。另外，台南林德有真侪路段嘛拢淹水哦，淹到25公分悬。后壁乡有人家厝伫透早5点半，水是灌到厝内哦，一家伙4个人互掉伫厝内，消防队去抢救，加在人嘛拢平安。 大量雨水南土门冲入人徛街，放眼看去，附近嘛已经变作是汪洋大海。凯美风台落伫中南部的雨量惊人，台南后壁就有一户因为水位升悬，出来淹水，一口罩4个人走袂出来，眼看这水就要愈淹愈悬，赶紧报消防队来救。 消防队出动树林船，平安把4个人拢救出来。凯美风台带来风甲雨拢真强，毋但造成台南市区有因价倒去。伫咧林德的中正路一段甲德长路段嘛有淹水，大约淹25公分悬。有民众赶要上班，为着安全，只好机车用牵的甲直接撩过。哦，用牵的较安全嘛。啊，你们这边是不是这个加油站是不是常淹，还是今年第一次淹呢？没有常淹啊。常淹哦。对啊。大雨溪水串流，台南真侪路段考虑到安全嘛，赶紧封路。台南主要水库、闸门水库24个累积雨量，达到248.6毫米，创下754日以来纪录。目前当咧以每1秒2000立方米的水量放水。 今日南化水库24点钟内雨量嘛有超过650毫米，水库已经满甜，自然放水。淡水局嘛提醒住伫溪尾的民众离开岸边，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